各位鍾意去廣東省、去廣州飲茶食點心嘅老友記，仲有各位平時放假最鍾意北上揾食嘅朋友，大家今日真係要坐定定，聽我講一件全城震動，直情係關乎我哋條脷同埋各位嘅大件事。平時我哋放假最鍾意就係同屋企人、同一班老友記一齊坐高鐵或者搭大巴上去廣州尋找嗰種久違咗嘅一盅兩件傳統風味。見到啲點心熱辣辣、香噴噴，價錢又比香港平一大截，真係食得好開心、好過癮，係咪先？但係唔知大家近年有冇發覺，點解有啲酒樓嘅點心雖然賣相好精緻、好完美，但係一擺入口，硬係覺得好似少咗啲靈魂，少咗嗰種新鮮即蒸嘅煙火氣。個肉質死實實，包皮又好似擺咗好耐咁，完全冇咗以前嗰種鮮甜同埋層次感。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個好驚人嘅內幕，你可能已經喺不知不覺之中食咗好多擺咗幾個月甚至大半年嘅僵屍點心同埋工廠批量生產嘅預製菜落肚啊！不過各位老友記唔使驚，因為由2026年5月起，廣州終於要出手啦！廣州市政府正式立例，要嚴厲打擊呢啲用預製菜去冒充現做點心嘅欺騙行為，而且仲要連帶整治嗰啲不合理、夾硬嚟嘅濫收茶位費問題。呢個絕對係我哋所有吃貨、所有鍾意北上飲茶嘅老友記嘅天大喜訊。今日我就要同大家由頭到尾清清楚楚咁剖析呢個新例到底係點樣一回事，話俾大家知咩係僵屍點心，同埋最緊要嘅就是會傳授3招江湖絕學俾大家，教你點樣用你對法眼同埋條脷去分清邊啲係工廠死物，邊啲係師傅用心做嘅純手工課。以後大家北上飲茶就真係可以食得精明，食得放心，絕對唔會再俾人當係水魚咁踩坑啦。講到廣州嘅飲茶文化，真係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嘅清朝時期。當時嘅一盅兩件，代表住一種生活態度，一種慢活嘅藝術。師傅天未光就返到酒樓，開粉、搓皮、剁肉、包點心，每一樣都係心血。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隨着科技進步同埋商業化，大約喺2020年到2022年期間，因為種種原因，餐飲業開始流行一種叫預製菜嘅嘢。呢啲預製菜講得好聽就係中央廚房標準化生產，講得難聽啲，其實就係工業化嘅冷凍食品。商家為咗慳人工、慳時間，提高翻台率，將啲蝦餃、燒賣、叉燒包全部喺幾百公里外嘅工廠流水線上用步機做出來，然後放落零下18度嘅冷凍庫入面儲存幾個月甚至1年。呢啲擺咗咁耐嘅點心，網民就幫佢哋起咗個好生動嘅名，叫做僵屍點心。當你喺酒樓落單嘅時候，廚房嘅所謂師傅根本唔需要識包點心，佢哋只需要剪開個膠袋，將結咗冰嘅點心放落蒸櫃入面，用大火焗佢10分鐘，就可以熱辣辣咁端上你張台。你以為你食緊大師級嘅即製手工點心？其實你只係食緊一個用微波爐或者蒸櫃翻熱嘅高級微波食品咋。呢種情況對於我哋呢啲對食有要求嘅人來講，真係好難接受。特別係好多已經60歲、70歲甚至80歲嘅老友記，佢哋飲咗大半輩子茶，把脷嚟到不得了，一入口就知道件事不對路。手工點心嗰種豬肉嘅鮮甜、蝦肉嘅爽脆、呈面皮嘅軟糯，係經過冷凍之後完全破壞晒嘅。冷凍會令到食物嘅細胞壁破裂，水分流失，所以啲僵屍點心食落去，肉質往往係死實實，好似食梅肉咁，完全冇彈性。而啲外皮一係就爛溶溶，一係就硬棒棒，完全冇晒層次。更何況為咗令到呢啲點心可以擺咁耐而唔變質，工廠喺生產嘅時候好難避免會添加咗一啲保鮮劑、穩定劑或者防腐劑，長期食落肚，對我哋嘅身體健康，特別係老友記嘅腸胃，都絕對唔係一件好事。正因為咁，廣州市政府今次真係聽到廣大市民同埋遊客嘅心聲，決定喺2026年嘅5月開始，正式推行全個廣東省最嚴厲嘅餐飲監管條例。呢個條例嘅核心內容非常之直接，就係保障消費者嘅知情權同埋選擇權。新例規定，所有餐飲商家，不論你是大型連鎖茶樓、
定係街邊嘅細小茶居，只要你使用了預製菜或者係冷凍翻熱嘅點心，你必須喺菜單上或者喺鋪頭嘅顯眼位置清清楚楚咁明碼標示。你唔可以再遮遮掩掩，拿預製菜當新鮮現做咁賣。如果被政府巡查到你隱瞞，或者消費者投訴之後查實，商家將會面臨非常巨大嘅罰款，甚至會被吊銷營業執照。呢個舉措真係大快人心，因為講真嗰句，如果一間茶樓想行快捷路線，賣得平平地，明碼實價話俾人知呢度係預製菜，有啲趕時間嘅後生仔或者想平平地填飽個肚嘅人，可能都唔介意。但最衰嘅係乜嘢？最衰嘅係有啲酒樓裝修到龍飛鳳舞，古色古香，一籠蝦餃賣到30幾、40幾蚊人民幣，價錢收足手工頂點嘅價錢，背後卻係用緊幾塊錢一粒嘅工廠冷凍貨。呢種行為根本就係欺詐，係對傳統粵菜文化的一種侮辱。新例一出，等同於幫成個市場照了 X 光，邊個係真材實料，邊個係投機取巧，一睇就知。除咗嚴打僵屍點心之外，今次5月新政嘅另一個大亮點，就係整治濫收茶位費。呢個問題相信各位北上飲茶嘅朋友都一定深有體會。平時一坐低，服務員二話不說就問你飲咩茶，鐵觀音定普洱？等你揀完之後，一睇張單，茶位費每位收你5蚊、8蚊，甚至10幾蚊。如果係一班人去6、7個人，單單是坐低未食嘢，茶位費已經無咗大幾十蚊。最離譜嘅係，有啲老友記可能自己帶開茶葉，或者有啲小朋友根本唔飲茶，只想飲杯滾水，甚至有啲人只係入去食個快餐，但酒樓都係夾硬要按人頭收茶位費。你不俾都唔得，服務員會同你講呢個係公司規定，無得免。喺廣州嘅新法規入面，呢種行為將會被視為強制消費同埋不合理收費。新例明文規定，商家必須提供免費嘅飲用水選擇，例如普通嘅熱滾水。如果消費者明確表示唔需要茶包，唔需要享用特定嘅茶藝服務，商家就絕對唔可以強制收取茶位費。而且，所有茶位收費必須在消費者坐低之前，由服務員主動清晰咁告知，並且要喺餐牌同埋收銀台顯眼處公示，唔可以再將佢變成一個隱形嘅必收陷阱。呢個規定一出，真係幫我哋慳返唔少冤枉錢，飲茶都飲得順氣好多。既然新例喺5月就正式執行，咁我哋北上飲茶嘅時候，到底應該點樣去保障自己？點樣去分辨眼前的點心到底是師傅喺廚房即包即蒸嘅手工藝術品，定係工廠運過來嘅僵屍點心呢？大家唔使擔心，接下來我就要傾囊相授，教大家3招最實用、最容易掌握嘅辨別絕學。只要你記住呢3招，以後去到邊間酒樓，你都可以一眼看穿真相。第一招，全憑你對法眼，我哋叫做觀其形，察其外。大家要明白，工廠機器生產同埋人類手工製作最大嘅分別就係完美度同埋獨特性。工業化流水線出產嘅點心，追求嘅係極致嘅標準化。所以，如果你發現一籠上台嘅蝦餃，3隻或者4隻嘅大細、形狀，甚至上面的折紋係一模一樣，精準到好似用倒模做出來咁，咁你就要打個大問號啦。真正嘅手工蝦餃，師傅是用刀拍完呈面皮之後，用手逐隻包，逐隻捏出折紋。雖然師傅功力深厚，可以做到大細相若，但係每一隻蝦餃嘅折紋數量、彎曲嘅弧度，甚至收口位嘅厚薄，都一定會有細微嘅手工痕跡。有些大師傅包嘅蝦餃會有12道折，有些10道折，每隻之間總會有些少有情有義嘅不完美。呢種不完美，恰恰就是手工嘅靈魂。再睇睇個燒賣，機器做嘅燒賣，外表通常是一個非常完美、非常對稱嘅圓柱體，外層塊黃色嘅燒賣皮包裹得非常之貼服，頂部嘅蟹子或者枸杞位置準到好似用激光導航放上。因為機器嘅力度係恒定嘅，所以每一粒燒賣嘅緊實度都完全一樣。但如果是手工剁肉、手工找肉再包出嚟嘅燒賣，佢嘅外形往往會有一種自然嘅下垂感或者腰身，
微微有些小傾斜，燒賣皮嘅邊緣會有手工捏壓嘅巢接。最緊要係睇頂部，手工包嘅燒賣肉餡嘅表面會呈現一種不規則嘅凹凸感，因為那是師傅用匙羹或者筷子塞肉餡時留低嘅力度痕跡。如果你見到一籠燒賣個個好似工廠啤出嚟嘅塑膠玩具咁整齊，9成9都係預製菜。另外，大家仲可以留意一啲特別容易穿幫嘅點心，例如叉燒包同埋腸粉。傳統手工嘅爆口叉燒包，佢嘅嘴龍形同埋頂部嘅三瓣爆口，係因為麵團發酵得宜，喺蒸籠入面受熱自然爆開嘅。所以每一隻叉燒包爆開嘅形狀、裂口嘅深淺、露出入面叉燒餡嘅份量，都應該係完全唔同嘅。如果你見到一籠3隻叉燒包，頂部嘅爆口形狀好似影印咁一模一樣，裂縫嘅寬度分毫不差，咁呢個包絕對係機器預先壓好個模，然後冷凍運過嚟嘅，根本唔係師傅嘅發酵手藝。睇完外形，第二招就要動用我哋條脷，我哋叫做品其質，試其感。呢招係最直接嘅，因為食物騙得了你對眼，但絕對騙不了你把脷。當你夾起一隻蝦餃，一啖咬落去，手工現做嘅蝦餃，塊皮應該係帶點煙韌，帶有一種淡淡嘅澄粉香氣，而入面嘅肉餡，你會食得出有一隻隻完整、爽脆、鮮甜嘅鮮蝦，配合埋手剁肥肉丁嘅甘香，咬落去係有層次嘅，甚至會有鮮美嘅肉汁流出。但如果是薑絲蝦餃，你一咬落去，首先會覺得塊皮好粉，好容易爛，或者係硬到好似食橡膠咁，因為冷凍過嘅澱粉會發生老化現象，令到塊皮失去咗原本嘅水潤感。更恐怖嘅係入面嘅肉餡，因為機器生產不能有太粗嘅火粒，否則會塞住部機嘅管道，所以工廠會將蝦肉同埋豬肉打到變成非常細膩嘅肉泥或者肉漿，再加入大量嘅生粉同埋彈力素。所以當你咬落去嗰隻薑絲蝦餃嘅時候，你根本食唔到一粒粒蝦肉嘅質感，你只會覺得好似食緊一好大牙，但係毫無肉類纖維，毫無鮮味嘅化學肉丸咁。同樣道理，如果你食燒賣，真正手工做嘅燒賣，師傅是用半肥瘦嘅豬肉切粒，再經過大力摔打起膠，你食落去係會咬到一粒粒有嚼勁嘅肉粒，肥脂喺口入面融化，非常有肉香。但預製嘅燒賣入面全部係機碎嘅碎肉泥，食落去毫無結構感，綿綿軟軟，味道完全依賴人工添加嘅味精同埋香精。食完之後你會覺得喉嚨好乾，好口渴，呢個就係化學調味劑過量嘅特徵。仲有就是大家最中意食嘅鮮蝦腸粉或者牛肉腸粉，手工拉嘅布拉腸粉或者窩囊腸粉，追求嘅係薄如蟬翼，米香濃郁。塊腸粉皮拉出來要滑溜之餘，仲要有一股新鮮大米磨成漿嘅清香味。但如果是工廠預製嘅冷凍腸粉，佢哋一般係將腸粉做好蒸熟，然後速凍，等酒樓翻熱嘅時候，為咗防止塊皮爛，工廠會喺米漿入面加入極高比例嘅變性澱粉。這種腸粉翻熱出來，塊皮會呈現一種不自然嘅半透明膠質狀，食落去完全無米香，反而好似食緊一塊厚厚嘅涼皮或者啫喱咁，而且凍咗之後會變得好硬。如果你喺廣州飲茶，食到呢種毫無米香，好似膠片一樣嘅腸粉，咁你真係可以直接叫經理過嚟，問佢係咪違反咗5月嘅新例啦。最後第3招，我哋要跳出食物本身，用一種類似偵探嘅思維去觀察，我哋叫做觀其速，考其單。呢招非常之得意，大家可以喺坐低落單之後開始計時。平時我哋去香港啲傳統茶樓或者真正現點現蒸嘅鋪頭，你落完單之後，等第一籠點心上台，一般都需要15到20分鐘，對唔對？因為廚房收到單，師傅要即刻將包好嘅點心放落蒸籠，由生蒸到熟，需要時間。特別是像排骨、鳳爪呢類肉類點心，生蒸至少要10分鐘以上。如果係現做嘅腸粉，師傅亦要一底一底咁拉，都要花時間。但如果你去到一間鋪頭，你剛剛用手機掃碼落完單，唔夠3分鐘，服務員就已經用個托盤將你叫嘅蝦餃、燒賣、叉燒包、豉汁排骨，好似變魔術咁一次過端晒上台，而且個蒸籠底都未完全熱透。咁我同你講，
呢間鋪頭100%係用緊預製菜，因為只有預製菜一早擺晒喺大蒸櫃入面，源源不斷咁翻熱，或者用微波爐急速加熱，先可以做到好似麥當勞咁快嘅出菜速度。真正嘅手工美食係需要時間去等待嘅，快捷往往就意味着品質嘅妥協。除咗睇出菜速度，大家仲可以睇睇佢哋個功能表。一間真正堅持全手工製作嘅傳統茶樓，佢哋嘅點心款式通常唔會多得太誇張，一般就係30到50款左右。因為手工有限，師傅每日嘅精力都有限，如果款式太多，廚房根本應付唔嚟。但如果你發現一間好細嘅茶居，佢個菜單密密麻麻，由傳統粵式點心到潮州粉果，甚至連上海小籠包、淮揚點心、北方水餃都有齊，總共有100多200款選擇，而且鋪頭入面你根本聽唔到廚房有師傅剁肉、拍粉嘅聲音，咁你就心知肚明啦。呢間鋪頭背後肯定有一個強大嘅冷凍食品供應商，佢哋個廚房可能只有幾個負責剪膠袋同埋開蒸櫃嘅雜工，根本一個專業嘅點心師傅都冇。講真，廣州市政府今次立例，我個人是非常之讚賞同埋支持嘅，因為飲茶食點心不僅僅是一餐飯咁簡單，它承載住我們整個嶺南地區嘅文化記憶與匠人精神。每一道精緻嘅點心背後，都凝聚咗一代代點心師傅嘅智慧與汗水。如果任由預製菜、僵屍點心泛濫，不出10年，可能就再無後生仔願意入行學做點心，因為點努力都救不手工機器嘅速度與成本。到時候，我們傳承了上百年嘅粵式點心工藝，就會真正地失傳。而我們以後飲茶，就只能像吃罐頭一樣，吃着味道千篇一律嘅工業死物，那將會是我們整個飲食文化嘅悲哀。所以今次5月嘅新政，不僅僅是保護了我們消費者嘅錢包同埋健康，更重要嘅是，他用法律嘅手段，幫那些依然在默默堅持守護傳統手工藝嘅點心師傅們撐起了一把保護傘，讓真正有實力、有良心嘅傳統餐飲商家可以得到公平競爭嘅環境。好啦，今日嘅大件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大家聽完之後，如果覺得呢啲資訊對你或者你身邊嘅老友記有幫助，記得要幫手點個讚，將呢篇咁實用嘅北上飲茶防坑指南轉發俾你身邊所有鍾意返內地飲茶食嘢嘅親戚朋友，等大家一齊做個精明嘅吃貨。大家如果對預製菜或者茶位費有啲咩深刻嘅經歷或者睇法，亦都好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一齊討論交流一下。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一次再見。